来，即摆水真欠，日月潭水库的水深剩745公尺，高只定态水价全部看现，四周围的雨水嘛拢打甲闭开了。日月潭管理处趁这个机会，赶紧来清土沙，嘛为8月开始，甲高只水价的步道甲封起来，要来整修改善工程，半年后才来开放。 到明年4月不会吧？你敢有想要来看日月潭上出名的景点高架水架咧？歹势，即马路已经封起来啊！可惜啊，因为已经是那么久，怎么会封那么久？嘛有人一抓路住宜兰特别拼来南投，但是即马无通看，真正是真可惜。看九湾吗？你们从哪边来？宜兰。 要去看高架水架路，即马完全拢封起来，就要等到明年4月24日才会当重新开放。来甲看原本是沉伫水底高架水架，即马因为欠水的关系，全部拢去用看现，连边的土完了去日头晒甲必顺。现在那边有点太干了一点，也许这个时间来整理是刚刚好。日月潭管理处就是安尼想，所以就趁着无水的时阵，赶紧来施工改善这环境甲动线。全台湾其实拢咧欠水，日月潭水库原本有发电的功能。 不过，即马水位实在是有够低，是这几年以来上低745公尺。放空大家无水的时阵，就要节约用水，若无水通用，实在是真艰苦。